住落嚟，我會介紹一下刀嘅用法同埋刀嘅結構。而家我手上揸住嘅呢把就係我哋練習用嘅刀。刀咧有分呢個後邊部分叫做刀背，係唔利嘅；而前邊呢個部分就叫做刃口。真正嘅刀咧，呢部分係鋒利嘅。而我哋用刀嘅時候咧，一般都係用刃口呢部分做攻擊或者防守。例如我咁樣劈落嚟嘅時候，係刃口向前；而橫掃嘅時候咧，亦都係刃口向外邊掃。而仲有呢個部分咧，就叫做護手，就係如果對方譬如用劍係咁樣沿住咁樣削落嚟咧，呢個護手就可以擋住，令到我哋嘅手腕唔會受傷。喺刀法上邊有一個特色叫做前頭果腦，做法係咁樣嘅，劈落去打個圈，再劈，打個圈，再劈。點解會有呢個招式咧？佢有咩特點咧？要解釋咧，我哋需要同劍法去做一個比較。嗱，假如而家我揸住呢把係劍嘅話咧，咁我劈落去，如果劈唔中，我可以上前挑上去，一樣有殺傷力。但係用刀又點咧？如果我劈落去唔中，我又挑上去咧，因為刀背係唔利嘅，所以咧呢個殺傷力係唔大嘅。於是我哋用刀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用另外一個方法，就係劈落去唔中，打個圈再劈，打個圈再劈，於是就有前頭果腦呢個招式出現啦。以下落嚟，我會介紹一個好簡單嘅前頭果腦練習俾大家，做法係咁樣嘅。下一集我會講下關於槍刀花嘅練習方法。